爸爸的手。我爸爸是賣魚的，他有兩隻手，左手和右手。我爸爸的手很大，也很臭，總是散發着陣陣的魚腥味。小時候，我只是認得出那陣惡臭的味道，但當我漸漸長大時，我開始能從他手中辨認出不同魚類的味道。紅衫魚、石斑、錦鯉、金魚等等。還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家裏大火，我家住在4樓，爸爸和我一起跑下樓梯。當時他擔心我，用他的大手捂在我的嘴巴上。當時的大火有多兇險，我不太記得了。我只是記得那4層樓梯是我人生中最漫長的4層樓梯。那魚臭味在我每一次吸氣時，都從他的手上透過我的鼻孔進入我的肺部。等到我們到了第2層的時候，我已經四肢乏力。爸爸以為我吸入了濃煙，手便捂得更緊了。在接近大廈門口之時，我已幾近昏迷。爸爸一拖一扯的把我拉出門口，終於把捂在我口上的手拿去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體會到自由的空氣是多麼美好，多麼新鮮。中學畢業後，我得到政府的獎學金到英國讀書。不知怎樣的，那段日子我時時想起爸爸的手，想起了那陣味道，想起了那股魚腥。有時候我會不知不覺地走到當地魚販市場，靠近那些賣魚的，想聞聞他們的手是什麼味道。可是除了換來一陣陣我聽不明白的謾罵聲外，我更從沒找到相似的味道。可能是因為他們不賣錦鯉，不賣金魚，可能是因為他們不像爸爸般在上完廁所後從不洗手，但更有可能的是，因為他們不是我的爸爸。暑假時，當我在機場再一次見到接機的爸爸時，我飛也似的湧了過去。除了那萬分熱情的擁抱外，我又聞到了那陣熟悉的氣味，那股魚腥的臭味。可是在那一刻，那股臭是我最想念的一股氣味。對於我來說，那便是全世界最好聞的氣味，一種由紅衫、石斑、錦鯉、金魚所組成的獨特的氣味。待續。